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互人怀疑是伫咧为军援罗西亚铺路。台湾人的后代苏维斯长期为劳工争取权益，但是接美国劳工部长的位，是拜登任内头一个亚裔部长。稳定天气热，高压电锅中600万户大停电，公共运输无法度运作，乘客等甲起废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头开先来看国际政治受批评的消息。白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昨是去访问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双方主谋的就是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白罗斯强调讲，因是支持中国提出的和平计划。这任何一个前苏联国家主席的领袖去访问中国，拢未引起遐尔大的关注。偏偏咧，这去的就是白罗斯的总统，因为这白罗斯的背后的老大就是罗西亚。那白罗斯的总统去访问中国，国际头一个想法就是讲，敢是这细汉的要去斗找靠山斗装武器啊？中国伫咧这场战争当中，未来会是真重要的角色，影响整体局势。不过人就是徛伫咧中央，讲甲足好听，提出和平计划，结果嘛无要求罗西亚撤军，嘛无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批评中国算上任手法半间中，好会拢家己要占，影响家己的是一句话都唔讲。阁有另外一位美国国防情报院的官员就讲，这届中国甲白罗斯会面，除了有可能是要为军援罗西亚铺路，中国嘛是真有可能是要扭我甲白罗斯之间的关系。连讲若罗西亚要招白罗斯创啥，无得卡，阁会经过中国的同意，连罗西亚都爱看中国的面色。21向礼炮加上军旗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初一用国事访问的高规格仪式，迎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新定位啊，肯定会有新气象。今天我们将共同擘画两国关系发展的新愿景。卢卡申科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密朋友，伊拜日展开3天的访问中国行程，时间点伫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访问莫斯科了后，会谈一开始，习近平就用全天候、全面战略友好形容两国关系，肯定白俄罗斯支持中国处理台湾、新疆、香港甲人权等问题立场。佮表示，中国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就是劝和促谈。卢卡申科是回应，完全支持北京提出的俄乌停战计划，佮爱防止含是无赢的人的全球对抗。Именно поэтому Беларусь активно выступает с предложениями о мире, всецело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выдвинутую вами инициативу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中国顶礼拜提出乌克兰和谈计划，暗过今日呼吁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无具体要求俄军为乌克兰撤离，佮批评单方面制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欢迎中国提议，暗过前提是俄国爱先全面撤军。俄罗斯是表示会对中国建议详细考虑。有分析指出，卢卡申科访问中国，显示中国、俄国甲白罗斯的关系更加进一步。前泽伦斯基也表达希望甲习近平会面，不过北京并不做出正面的回应。公司新闻7万0朋友。同款是国际关系消息，美国国务院批准总金额6亿外美金，大约是代表190亿的军售案。内容是包含200粒中程空对空飞弹，甲100粒反辐射飞弹，会当配合 F-16V 战机使用。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昨日暗时宣布上新的对台军售，这是今年度的头一届，嘛是拜登政府任内第9届，已经进行知会国会听书。内容包括100粒 AGM-88B 高速反辐射飞弹，200粒 AIM-1204-8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甲相关的配备。金额差不多6亿1900万的美金，差不多代表190亿。那么这次美方同意供售的2型飞弹，都是空军已经完备了作战能力的弹种，并且针对部分功能强化升级。这2种飞弹拢是提供 F-16V 挂载武器，或者讲 AGM-88B 是专门攻击到人防空武器的雷达辐射源目标，嘛是头一届卖予台湾 AIM-12上新的型号，射程大幅度增加到160公里。敌人的军机进入射程了后，袂当走啥物范围就搁较大。
AGM-88B 的射程在180公里，可以进行防区外的打击。7-8的这个空对空飞弹也可以长距离的对敌人的飞机进行反制攻击，这样可以给国军带来更多的战术跟战略的弹性。总统府阁一再感谢美国协助台湾自我防卫，这会当捍卫领空，应对中国军方的威胁甲起事。台美的关系大麻。现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目前都要退休，会由白宫国安会中国甲台湾事务处侵主任罗森伯格来接手。外交部对于莫健主席在任内促进台美关系的提升与强化，表示高度的感谢。对于新主席的就任也表示欢迎。罗森伯格捌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幕僚长，是真受器重。之前都捌参与台美高层对话。路透社报道指出，罗森伯格的工作。一个主要的重点是甲台湾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保持沟通的管道，特别是伫台海之间充满争议的这个时阵。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根据日本警察厅的统计，去年通报怀疑是虐待囡仔案件有11万多件，是有史以来上悬纪录。心理虐待占7成，台湾地区上严重。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外交智库指出，若是中国的经济一直衰退，是军兵是真有可能归去冒险拍台湾。专家就呼吁经济瓦靠中国的国家，亲像是南韩，都要赶紧调整。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国王查尔斯决定让哈利王子伫咧英国的厝首都回去，和涉嫌性侵的安德鲁王子也是哈利的压一代。不过这毋是奖励，因为迄栋别总是比安德鲁本身咧大加真细间，国王等于是一概处罚2个人。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最高法院质疑拜登的政府无得到国会授权，学贷减免计划真有可能会袂过。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各地外交人员对2016年开始常常出现头壳戆并北基地退还哈瓦那症候群，问题是怀疑讲是敌人发动攻击。不过，美国情报单位调查了后，认为讲无啥可能是德国避讳的。美国总统拜登的内阁是常常去互批评讲RA代表无够，所以讲拜登将是正式提名苏维斯接劳工部长的位，是拜登内阁内底头一个RA部长，嘛是全美国第2个RA劳工部长。苏维斯的老爸是台湾人，伫伊遐细汉的时阵，规家口就搬去洛杉矶。伊是捌做过民权律师超过15年，长期为劳工的权益咧争取。2011年开始，苏维斯加入加州的政府服务。拜登就任了后，苏维斯是做劳工部的副部长，即摆互提名做部长。真侪RA甲劳工团体拢认为讲，以过去为劳工拍拼的经验，绝对是这个位上好的人选。因为苏维斯是伫咧移民家庭出身的，即摆进入政坛服务，拜登就讲伊是美国帮上好的例。伫普声当中行上台，美国总统拜登正式提名苏维斯担任劳工部长。白宫声明稿形容苏维斯是劳工的导师，俄罗伊是经验丰富的领袖。那这名案底参议院通过，苏维斯会接做拜登内阁第一位亚裔甲法裔部长。Julie Su, she's been a strong partner and a real leader. Julie is the American dream. 苏维斯目前是劳工部副部长，伫威斯康辛州出世，加州大汉，摕到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了后，捌做民权律师，也领导过加州劳工部门。伫去年劳工甲汇运铁路公司劳资谈判当中，扮演核心角色，相关资料非常丰富。美国媒体捌报道，苏维斯的老爸来自台湾，老母是中国移民，不过北京方面并无证实这个消息。苏维斯是表示，就是工会，互伊爸母有機會進入中產階級。60 years ago, my mom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on a cargo ship because she couldn't afford a passenger ticket. So I believe in 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America. 拜登内阁是美国内阁20多年来第一摆无亚太的部长，虽然副总统贺锦丽甲贸易代表戴琪拢是亚裔，却未直接领导部会。最近拜登受来自国会亚太的党团甲亚裔倡议团体压力，因一直要求拜登提名苏维斯担任劳工部长。进前大爷赵小兰捌伫小布希时代担任8年的劳工部长。公司新闻杨干编译。以色列反对司法改革的示威已经2个月啊，因是反对政府按算互国会会当插手司法机构人士，怀疑讲政府是要甲总理纳坦雅胡斗处理官司。
示威群众伫咧真济大城市抗议，伫咧早起上班的时阵，真济人甲交通塞甲袂顶袂调，公路甲铁路拢封条咧。国家安全部长就批评这阵示威者是无政府主义者，完全无插民众的诉求。为着驱离聚集伫特拉维夫交通要道的示威民众，以色列警方用闪光弹，还有甲民众撞水。逮捕的过程当中，甚至用脚头污甲示威者的颔管也摘掉咧。这是这几年来真罕见冲突的场面。Came to demonstrate to preserve and protect the vision of my grandfathers who came to the state of Israel to establish a state that is built on freedom, equality, and justice. I'm concerned that we are in a crucial moment that everybody should go out to the streets and do their best to protect this vision. 总理纳坦雅胡领导的民族主义甲宗教政党政府1月份提出司法改革，内容包括互政府对最高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的实际控制权，还有限制最高法院裁定法律违法，或者是对行政机构作出不利的判决的范围。因为以色列无成文的宪法，国会阁去互执政联盟落条咧。互批评这套改革计划会减弱司法的独立性。民调嘛显示，大部分的民众无赞成政府的做法，希望会当有妥协的方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奈兹嘛表示，当局脚步应该放缓慢，爱先建立共识。反对派人士的示威活动为日是延续到半暝。纳坦雅胡伫耶路撒冷的徛街外口，组织济济举以色列国旗的示威者，就连因牵手沙拉去特拉维夫的一间头毛店做头毛，嘛去互示威者包围，全条伫咧店内底，警务部提无路有到4点前久。初日透早，往回特拉维夫甲耶路撒冷的交通要道，搁一届去互示威的群众占领，经过汽车是袂顶袂动。另外一方面，以色列精英军事情报单位8200部队的一阵退伍军人，嘛真罕见加入拒绝服役兵役的队伍，表达对司法改革案的不满。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世界冰球锦标赛主办单位要放送香港国歌的时阵，竟然是放反送中运动的歌曲《愿永光归香港》。过2分钟，主办单位才放送正确的中国国歌。其实这已经不是头一届比赛放唔到香港的国歌，甚至连 Google 查香港的国歌出来，结果拢是《愿永光归香港》。香港的政府是真无欢喜，要求 Google 爱赶紧改，不过是去互 Google 拒绝，所以香港政府是放掉要甲告。And now we will listen to national anthem of Hong Kong, China. 香港的选手比出暂停的手势。2月28日，波斯尼亚首都塞拉耶夫举行的冰球锦标赛第3级别的比赛。比赛了后，放送国歌的时阵，现场的音乐煞是反送中的运动歌曲《愿永光归香港》。We are very sorry, it will be corrected. 过2分钟了后，主办单位才放送出正确的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大会嘛针对这点回实例，香港政府表示强烈的不满，已经要求中国香港体育协会、奥委会展开深入的调查。不过，其实香港的运动员伫外国比赛的时阵，主办单位放国歌的时阵放了唔对去，已经不是头一届啊。2022年11月份，南韩7人制橄榄球比赛嘛是发生同款的情形。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主办单位事先有要求各队伍提交国歌的时阵，因并无收到香港队提交的歌，所以因的工作人员上网找，才会下载唔对的歌曲。同一年的12月份，伫咧杜拜亚洲经典剑道锦标赛，主办单位嘛将《愿永光归香港》当作是香港的国歌，当场放送。不过学者分析，用铺设地带来表达对中国的反动，几率无大。当时反送中的时候，这个《荣光归香港》这首歌呢，就是可以说是红遍全世界了。YouTube 上面点阅率当然也非常高，所以他们搜寻错误，最终发生的错误也不足为怪了。香港媒体指出，国际比赛几啊届甲《愿永光归香港》当作是香港的国歌，放送了唔对去。经过调查发现讲，原因是伫咧 Google 敲找香港国歌的时阵，显示的结果就是《愿永光归香港》。有风声讲香港政府捌要求 Google 爱改过来，不过却去互 Google 拒绝。香港政府还阁因为安尼，讲要甲提告。记者综合报道。军定即阵是热浪，天气小山炎火，将一场火灾互高压电的系统规个故障，造成首都甲中北部7个省有600万户大停电。真济地铁甲电车乘客是等几落点钟，拢等无车通坐，等甲气废面。
中雄停电，互乘客伫黑暗当中行出地铁站，为乘客归去，原来四方，原来伫真侪火车车厢内底等。阿根廷今年热天，热浪一波散一波，卡要到36度的高温，和用电量增加。偏偏礼拜三下晡，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因高温导火，和附近高压电系统故障，为安全，当局暂停甲各种系统相连的核电厂甲其他发电厂运作，结果造成中北部7个省大停电，600万户家庭受影响，火车地铁也被迫停驶，真侪乘客负担几严重。Un rato demorada también en el subte y después volví acá y nada, estoy hace como media hora más o menos, estoy esperando y voy a estar un montón más, así que... 无法坐坐火车甲地铁，真侪人专坐公车排甲长路路，毋过交通负载也停落来，人车前道情形是真危险。另外，一停电，真侪店头无法度营业，归期提早关门，毋过问题佫来啊。Nos tocó cerrar, como podrían ver, manualmente porque la persiana es eléctrica y no pudimos cerrar. 停电不止为民众带来真侪无方便，甚至连供水系统也出问题。阿根廷自1月以来，已经因为用电量欠悬，停电几啊摆，民众可能希望政府赶紧想出补救的办法。公司新闻将回应报道。真侪人一担暝无耍手机就感觉有够痛苦。不过，其实咱的世界上有25亿至27亿的人口，因大所在是无网络通讯的。因为伤过压贴，无好起基地台，用小型的人造卫星成本阁受伤。所以讲，美国有一间网络通讯业者，就想着讲用气球来代替卫星，安尼一粒一粒接出去，配合地面的基地台，信号就会当愈传愈远。望会当为世界的偏远地区提供网络信号，成本的负担嘛袂伤大。根据国际远距通讯联盟的估计，就算网络的通讯来到5G，甚至有业者已经要开发6G 网络。全世界共款有25亿到27亿的人口，因即马大个所在是无网络通好用。这个人大多数拢是住伫个开发中，也是低度开发的国家和地区。Africa, the continent as an example, is the least unconnected place on the planet. So this is where we've started. And now we're moving into Nigeria, Kenya, Mozambique, and we have a whole waiting list of countries there. 因为要伫偏远地区要设陆上的基地台并无方便，要用小型的人造卫星，成本阁伤悬。总部设伫的美国德拉瓦州的这间公司，就想着用加几啊代替卫星来做网络信号伫空中的中站。They provide ubiquitous coverage for huge amounts of distances, around 130 kilometers, sitting at a 300 to 500 meter altitude. But of course, you may be able to see 2 or 3 million people, but you need ground assets, traditional towers, that will take the capacity of all of these people. 不管是机啊，还是飞船，早就伫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就用来阻挡敌机侵犯领空。现代战争嘛，用来防敌人的巡弋飞弹。一间对罗马尼亚来的军火商嘛，想着讲，若军用卫星互敌方攻击失效，一定会互地面的战术无法度用。所以因想着用低成本的机啊，紧急升空，暂时取代卫星提供信号的连接。公司新闻持家人编译。美国 NASA 本地伫咧2月27要送一批新的太空人去国际太空站，结果是出问题延期。后来，这个发射任务伫咧咱台湾时间今日下晡点外已经完成啊。这座任务是派4位太空人，因会去接去年10月就太空的太空人。这座太空任务因会伫遐待6个月。向镜头含等伫边仔的人员是下手第二，4个太空人是准备要去国际太空站。原本这座应该伫美东时间2月27完成，但是火箭伫发射进前发现问题，只好延期。周日半暝12点34分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是在飞龙号太空船升空。这座参加的4个太空人是对美国、俄罗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来的。We have UAE and Russian astronauts. There's also a Japanese astronaut up there. It is a very international program, particularly on the space station, because there we've got 16 international partners. 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大的尼亚迪是因迄国第一批2个太空人之一。美国 NASA 和俄罗斯太空总署是签署互双方的太空人换位的共享协议，并无因为俄乌战争停止。
You've been hearing through the periodic checks, we're seeing good. 太空是继续在发展，俄罗斯的官方去年已经宣布，伫个2024退出 ISS， 推出家己的太空站，和外界质疑讲，经过战争，因敢有能力会当做会到。另外，中国的天宫是一直运行，敢会变做新的太空站内面重要的角色，引起关注。Supporting and ensuring our commitments and activities on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We have neither the budgetary nor the political, say, green light intention to engage in the second space station. That means participating on the Chinese space station. 欧洲的太空总署今年1月是明确表示讲，未伫太空站的部分和中国来合作。日本是正拍拼要侵犯 ISS 和阿提米斯这计划参与，要表示和美国的关系正密。比欧日和中俄之间对加几卫星太空站到月球、火星这的探测，拢一直拖。各国之间的合作和竞争，拢牵动新世代太空竞争的脚步。记者综合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